上集教你用自然語言叫佢做研究、寫報告，但你可能仲以為 AI 淨係識打文章？錯。WorkBuddy 唔使寫 code，你講句嘢，佢就可以整個網頁、做份 PPT， 甚至畫圖、拍片、整個小遊戲。今日呢集，我示範俾你睇，同 WorkBuddy 講需求，佢就幫你做出嚟，仲可以加技能、加專家，令佢做嘢更叻。第一樣，整網頁，甚至整個小工具。你未必識寫程式，但你可以同佢講，幫我寫個簡單嘅網頁射擊遊戲，好似1942嗰款經典遊戲，要有計分。幾分鐘，佢就出咗個可以玩嘅遊戲出嚟。呢啲背後全部係 HTML 同程式碼，但係你一行都唔使寫，佢幫你寫好，喺右邊預覽區即場玩到。整個人相簿，整個小計算機都係同一招，講需求就得。呢個就係好多人成日講嘅 Vibe Coding， 廣東話叫氛圍編程，即係你講想要乜，部機幫你寫 code， 唔使你自己落手落腳。第二樣，做 PPT 唔使開 PowerPoint， 由零開始。你同佢講，幫我做份5頁嘅退休理財簡報，要有封面、目錄、重點圖表，風格簡潔專業，主色用橙色。佢會幫你執好排版、配圖、內容，出一份簡報俾你。你要改，就同佢講第3頁加多個圖表，佢即改。做簡報，而家係講需求就搞掂。第3樣，生圖生片。你想做封面圖、插圖，同佢講，幫我畫張退休生活嘅溫馨插圖，暖色調，佢就生成張圖出嚟，喺右邊預覽區睇。想拍短片都得，幫我出段5秒嘅退休頻道宣傳片，節奏輕快，佢就出段片俾你。封面動圖、寫枚短片都用得，兩樣都係講句嘢就搞掂。溫馨提示 ：AI 生成嘅圖入面嘅中文可能會變到亂碼，所以片入面啲中文字，我哋會之後後製加返去，唔靠 AI 直接出中文。講完幫你做嘢，講下點樣加嘢。你可以喺技能市場瀏覽安裝技能，好似查天氣同其他 app 連接呢類技能，甚至喺 GitHub 揾到社群寫嘅 skill 裝入嚟。如果你有啲重複又煩嘅嘢，仲可以自己寫個技能俾佢做，慳翻唔少時間。呢啲進階玩法深入啲留翻下次再講。你喺側邊欄專家技能連接器入面撳技能，就睇到可以裝咩？裝咗，佢做嘢就更叻。技能市場仲有好多，你可以慢慢探索。跟住落嚟，我講下點樣加專家。講完加技能，再講加專家。WorkBuddy 側邊欄專家技能連接器入面，除咗技能，仲有唔同領域嘅專家，好似財經、法律、寫作。平時佢係個通用助理，你想處理某類專門嘢，開個專家就似請咗個專才幫手。譬如開個財經專家，叫佢幫你整理市場摘要，佢會按財經嘅專業角度處理，做得更到位。加咗技能，加咗專家，佢就由通用助理變成為你度身嘅助手。總結，唔使寫 code， 講需求就出網頁、PPT、圖片，甚至整個小遊戲，仲可以加技能、加專家，擴大佢嘅能力。設定好、安全、識用佢做嘢、識整嘢、識加嘢，你已經好叻啦。下集 EP7 教你同佢一齊協作編輯檔案、設自動化，仲可以喺出面用手機遙控部機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、訂閱，俾個 like， 分享俾朋友。